各位兄姐平安，感谢主，感谢代祷团让我今天有分享的机会。在去年大概3月的时候，因为工作的动作我滑了一跤，腰部可能有闪到，确实有闪到，以为一时的扭到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那个时候又遇到武汉疫情，让台湾整个都有改变，教会也因为首次用网络资讯来一起聚会，国际的市场景气也逐渐受到影响，个人也觉得业务上面稍微有压力。在这个状况下，原以为无所谓、无要紧的闪到，只要贴酸痛膏、热敷或是复健就好了。但是酸痛一直缠在身上，那个时候我想应该要去找医院来检查看看。我的公司是回收奇美塑料的一个公司，我想找的医院还是找奇美医院，但是我唯一认识的一个医生是郑泽洲医师，他在柳营当资深院长，所以他帮我介绍了骨科的医师。我特地由台南跑到柳营医院去看骨科，医生的诊断：吃止痛药、复健、休息，不然就要开刀，等这些的程序。然后我乖乖的依照吩咐去做。只有我听到开刀的时候，我知道如果开刀不成功，就会像歌手李佩卿一样，手术失败，永远跟轮椅坐在一起。每一天，内心时时把医治交托在与神的祷告中。平常生活吃药比吃饭更勤快，复健的姿势、倒立，还有复健的时间也拉长。甚至在这段期间，我训练了，我倒着立，仍然还可以睡一晚上。所有的复健的器材，我想我都该有了。1个月过了1个月，直到6月中的时候，始终还觉得年轻的我，如果每天外出去行动的时候，一定要束紧腰带，而且手要持着拐杖，动作都是弯腰驼背的在行走，这外表看起来实在是多狼狈啊！因为我站立直就很疼痛，尤其每周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，前段总是我最痛苦的时候，因为要起立敬拜、赞美、诗歌、祷告的时候，大家都站起来，只有我跟高安这大家知道，104岁，都坐着而已。因为我站着，我的双手一定要扶着前面的椅背，不然我会很痛。直到我站了很久，我手又发抖，痛得我手都发抖。这种状况下，内心实在不好意思，因为众多的见人、众多的会友都站着，只有我坐着。这几次的挣扎中，我跟神祷告：主啊，这个生活品质我不要，我相信，我口里相信，你的全能会医治我，绝对会医治我。心里面一直在呐喊着，尤其身为长子的，多时会自己跟神说：主啊，你不要把脊椎的病痛作为你对我信心的考验。我也常跟神一直呛说：免来这套。我较早我曾经烧过整个工厂1亿多了，我都耐着你，我都完全依靠了你来带领。无论如何，我心绝对不会变。但是，如果这是撒旦的圈套，我将奉主你的名，把撒旦离开，赶走。我要宣告，我要靠你的名来得胜。总之，这一切最终的软弱我。这个时候我容许我说，我不是跟神不礼貌，因为
我的信仰中间，神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去接近他，去倾诉他。所以容许我说，我很痛苦了，我直接呛神说：“你们来这头。”但是软弱的我，最后跟主表明，我害怕，我不要开刀。平常牧师、长职们、代祷团们常常为我祷告关心。每周的小组，我们牧区长老、满族长老，还有主爸、主生、主妈是婷珍姐，常常为我这个痛苦医治来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弯腰驼背，在他们眼睛里面啊，是一种累赘啊，不好看。这个时候，直到6月，疫情渐渐稳定了，我们看到电视，垦丁游客也渐渐开放了，教会的聚会也渐渐回归正常，没有视讯的聚会。我非常在意，我要上台报告，爱心午餐将要恢复正常运作。虽然坐在那边离讲台椅子的距离不到10步，但是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上台一定不依靠拐杖，我把束腰更紧些，忍着痛，装着没有弯腰驼背的样子姿势来报告。等到上会完了以后，一位会友朝着我来，向我关心我的病情，提供他专业的医疗看法，鼓励我说：“你看骨科完，最好还要再去看神经外科，了解一下，再判断要不要开刀，用什么开，要不要开刀，如何开刀，去哪里开刀。”强调所有的病痛千万不要错过那个黄金期。感谢主，这个时候我突然领悟了。感谢主，这位天使就是我们刘院长，刘七吉院长，谢谢他。顿时我领悟了，隔天我就摆开我工作上面的一切事，我就直接跑去新楼医院找神经外科。主治医师赵家宏医师拿了我的诊断，拿了我的健保卡，一看就是说：“啊，你这个是脊椎突出啦，几节跟几节，其实几节跟几节我也不清楚。”开刀完以后，95%成功。如果你要决定开刀的时候，请你把曾经做过的核磁共振的 CD 片拿过来，我们再仔细的再去评估看看。你现在吃的药，我拿奇美的药单或者是健保卡都有看到，你现在吃的药方已经止痛加了好几倍，因为我怕死啊，我求助人命，因为我怕死啊，因为我怕整个肾脏都被药弄乱掉了。95%，那个时候出了门诊以后，出了诊门口以后，我自认95%，还有5%的失败。老自己的我，自己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。每一次的摸彩啊，每一次的刮什么彩券，我从来不会中的啦。那5%的获蓝率一定是我。再过1个礼拜，因为疼痛越来越加，姿势越来越不好看，我只好又跑到老远的柳营医院去询问开刀的状况是怎样。没想到神的安排，主治医师跟我说，他只看诊，没有动刀。那个时候我非常错愕。我在在车上的时候，我大声的跟主说：“主啊，确实这样的品质，我不要，我不喜欢。平常我工作很努力，我的信心完全依靠你。我不相信你喜欢我这样子的痛苦。”平常我也常常跟人家分享，鼓励说，我们是上帝的心肝宝贝子，为父母者哪会像
哪会让他的心肝宝贝受这样的痛苦呢？我一直跟神在祈求告。7月底的时候，因为很痛了，姿势也越来越弯曲了，我乖乖的拿着核磁共振的卡片，再去新楼医院挂号挂神经外科。神的动工，这个时候重重的打到我。我跟各位报告，当我在门诊挂号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喊“信雄兄，信雄兄”，我一看，原来是我们教会的郑兴一长老，他也在场，他是手术完1个月成功再去复检的了。那个时候等到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进去。容许我这边分享郑长老的医治。郑长老2年来，他的太太是老师啊，我的太太是工人的工头啊，不一样。肖老师为了郑医师开刀，准备2年的功课了。成大来一个医师，奇美来一个医师，甚至一所大学的专科主任，他有委托人也要去拜他，让他诊断。多次的看诊，他被一所医院，没有一所的主治医师把他赶出去。他说：“如果你不接受开刀，你就不要来找我。”直到神的感动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他的小姨子的婆婆84岁，也是脊椎这样，到新楼医院赵医师开刀以后，全部有复原了。他感动了，他才是去开刀。当我在门诊的时候，我看到他是开刀完1个月要去回诊的。这个时候，赵医师约我们3位，郑长老，还有我，还有我的学妹林玲姐，陈玲玲姐，她第1堂了。我们进去诊间，赵医师说：“福先，你比郑先生轻微97%成功。”这个时候，这个我分享我的是跟着神早已为我，神爱我啊，早已为我准备了医治啊。没有想到，因为我老自己的心理阻碍了与他祷告的时效。我想，平常那么多人受苦病痛，为什么万人中的受苦病痛，他差遣了牧者、卫盆长老，还有长执，还有我们的刘院长，当天使来提醒我，主要我归顺服了完全以后，再去检查，做提醒。我想，或许神知道我的心灵还没有腾出空间，给属灵的感动进来，又差了一位我认识又亲近又曾经经历过我这样病痛的天使，就信一长老，在我眼前，要让我相信。第二个感动是神的话语，让我深知，凡事没有廉价的恩典，他还保留了3%，试探我对他的信心。他要求我们的话，神要求我们，第一个要完全的顺服，不是部分的服从。那个时候，告诉自己，神在你心门口外面等候你那么久，知道你痛，知道你疼，甚至他的心比你更痛更疼。你为什么还不打开心门，请他进入你的心呢？想一想，眼前所有的实力，所有认识的会友，及时的提示，你还犹豫吗？即使我跟神忏悔，求主饶恕、原谅自我的骄傲。接续何时开刀，多少时间，住院要多久？了解了以后，10天以后报到，然后开刀。在其中，我的太太刘国珍，她基于关心，就去问新一长老娘，了解说住院的时候要准备哪些东西啊，要怎样准备。长老娘回答说一切都不用，在新楼医院
一切都不用，不要像他很怂啊。他信义长老要去开刀的时候，他热水瓶、吹风机什么什么，带了2个行李箱要去住院了，那护士都笑死了，但是他跟刘国珍说，最好啊，你去要求去找一个单人病房。那个刘国珍开始要动作的时候，我就跟刘国珍主子说，这一路来，我们完全要交托神的掌控，掌权的时候，什么样的病房，神自然会安排啊。靠着信心，我不喜欢去拜托麻烦人，我们靠着信心，神自有掌权，到最后神真的怜悯我们给我有一个单人病房，因为我深知神是爱人的。牧师常常一直在提醒神是爱人，因为他不舍得，不管在6人病房、2人病房，有患者要静养中啊，被我睡觉的打呼把他干扰到。以上是我的见证分享。我强调的是，我们亲近神不是口号的，只要是随时随地的，不管是初信或是资深的会友，或是干部、组长，甚至长职跟同工，我们要庆幸有全能的主当我们内心真正的依靠。虽然还有一些会友在医疗中还在恢复中，我们也一同祷告，请他把所有的病痛交给神。也谢谢代祷团让我这一次的机会，谢谢你。